来看桃园的复兴区是桃园13个行政区唯一一个山地原住民区。市政府本地按算讲要伫复兴区公所的大楼，也是附近来设桃园市头一座市立病院。也毋过后来经过评估，决定讲要新设联合门诊中心。复兴山区居民看医生，毋是到卫生所，就是去附近的诊所。复兴区是桃园13行政区唯一山地原住民区，人口差不多13000人，无中大型的病院，医疗量能设备无够，看慢性病是无问题。毋过拄到紧急重大事故疾病，就一定要送到山脚的病院。盖大运的话是比较方便，因为山上如果到那个804的话，也是要一段路啊。开车的话大概40分钟左右吧。当然，我们山上就不方便啊。后山的人就一直讲说，有时候病人本来是有救，等到再出去就没救了。有关强化复兴医疗量能甲品质部分，桃园市政府原本建议利用即卖复兴区公所大楼甲周边的土地，设全市第一个市立病院，按算设99床急诊病房，提供门诊、简单急诊甲长照设优质复健中心等服务。毋过经过评估了后，已经决议否决。现有的一个公所呢，目前因为硬体还有周遭的一个环境的这个部分比较不适合医院的一个规划，所以卫生局在这边呢，目前已经先朝向规划复兴区罗浮多功能办公厅的这个部分来设置洗身中心。针对复兴设病院法庭，卫生局表示，以复兴区人口数要支持一间病院营运并不简单，会先伫罗浮多功能办公厅设优质中心。按算明年初启用，另外也调向原乡较欠缺医疗科别，包含胃镜、肠镜、超音波等规划联合门诊中心来取代。记者综合报道。